要说还是白兄厉害，这金手指一挥呀，立刻画出一条荔枝道来。大人，您过奖了，我也是瞎蒙的。来上酒，这可是风华楼上等佳酿，多饮几杯。大人客气。来，我来为大人满上。哎，大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大人，看错了，刚刚那个女子跟令千金有几分相似。喝酒，来，好酒啊！大人，嘿，大人，这是这个狗官怕我太强显得他无能，被上面怪罪，所以来这儿拦截我们。如果我们荔枝运送成功了，他就把我们迷晕，好抢功。把这个药涂到白小凡的杯子里，千万别搞混了。明白了，老爷。还好我机灵，换了杯子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那我可得送他一份大礼了。曹县令，曹县令。曹县令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偷吃贵妃娘娘的荔枝，找死！大人，你想吃荔枝，你告诉我呀，我叫人多摘点，就是你千不该万不该偷吃进贡给贵妃娘娘的荔枝啊！崔上使冤枉呀，是他陷害我。冤枉？你可一点都不冤枉！来人啊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，关进大牢！走，这真的冤枉呀！白小凡，你把这些荔枝给我带回上使府，我定有重赏。诺。多谢崔上使还我清白，荔枝也已经安全送到，我的任务也顺利完成，先告辞了。终于让我找到你了。